新闻头家先来关心，昨暗7点半左右，伫咧花莲有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大约31.6公里，上大震度伫咧花莲盐寮有到4级。气象署也提醒讲，伫咧未来3天内可能会出现地动尾，所以提醒大家得要注意。天崩坠落来的物件摇来海去，手机还传来国家级的警报，车库内底车辆震动海。12月18暗时7点32分，花莲规模5.1的地震，上大震度4级就伫咧花莲。气象署指出，震央是伫咧花莲县政府东北边18.3公里的所在，也就是花莲近海，深度31.6公里。宜兰县震度3级，南投、桃园、新竹县市、彰化市是2级，台中、台东、苗栗、台北等县市是1级。在盐寮这边，它的4级其实大概只有持续大概3秒，因为它有达到国家级警报发布标准，所以我们有针对花莲县的部分发布国家级警报。菲律宾板块跟阿尔道板块碰撞挤压，而且是一个转弯交界的地方。有地震有感觉到吗？骑脚车这边感觉到。在地民众反应无啥共款，有的因为当日无用，所以无啥感觉。也有人认为讲，对花莲人来讲，这届地震犹阁算小的。气象署指出，以这届地震震央的地点来看，过去自1990年统计到今，拢总有20届规模5以上的地震。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地震好发的一个区域所以经常会发生规模比较大的地震。那在预期后续的活动方面，可能不排除在未来3天还有规模4.5到5的这个地震发生。加在这届地震各县市并无传出灾情，气象署呼吁民众未来几天要保持警觉，因为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